伫 AI 科技的不断进步，如何好好运用，增加各行各业的工作效率？柯松田博士的实际示范，透过一张新地图，都来当生成一篇丰富的教材内容，嘛进一步问 AI 诞生一篇新闻稿来宣传行销。自然语言已经可以做到无声胜有声，也就是说，我根本都不需要跟他讲什么，我只要告诉他说，我就负责丢给他就好。他现在就开始在生成了，你看，他告诉我说这张图，是什么内容，然后它的架构分析、课程，主题是什么 ？AI 资源的整合应用，我们这次主要的目标是要让大家如何应用这些 AI 来制作一些专案的企划，因为不管你是服务业也好，你是要创业也好，甚至是公司的年度计划，都是必须要来用这些专案计划。那今天因为有了 AI 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写得非常的完整，所以承办人也有更多的时间再去寻找一些相关的资源来做一个应用。但市的研究为了让需要善用 AI 民众会当对着柯松田教授来轻松学习，所以延续7月课程，8月9号搁要伫南门乐港娱乐中心来开课，邀请大家把握机会为家己的职场效率来加分。许博士呢，他本身具有药师资格，也担任过记者，那在网络防诈是专家。那他其实也有在我们各个学校呢，这包含嘉药、实践、义守、辅英等学校担任讲师，所以呢，他是在我们的相关领域是一个通才的部分。那许博士他本身也有在很多公司呢担任我们的执行长的部分所以他产官学界其实都相当的熟悉那在7月12号的部分呢，我们已经邀请到我们的许博士做一场 AI 的课程的讲习那在课程当中，他利用我们相关的语言跟我们的相关的名片，有去生成我们的图卡去做美化，甚或是网案文案的生成的部分都相当的杰出，相当的精彩。那我们也邀请市民朋友在8月9号的时候呢，能够在我们南门劳工娱乐中心来参加我们这一堂课程。希望家园科技城，大家一起学 AI。台南新闻军籍张硕维采访报道。